在美国议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，讨论了东突厥斯坦问题。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美国国会召开的东突厥斯坦议会上，讨论了中国的纳粹阵营和同化政策。除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代表团外，一些国际律师、科学家和学者也出席了会议。2019年6月6日，立陶宛议会通过一项关于承认1944年5月18日克里米亚鞑靼人流亡为种族灭绝的决议。立陶宛外交部长里纳斯·克林维丘斯在他的推特账号中说：“今天，立陶宛议会决定75年前大规模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，是被极权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犯下的种族灭绝。立陶宛将继续捍卫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的权利。”美国代理助理国防部长安德鲁·温特尼茨表示，土耳其采购 S-400，这给美国带来不可容许的风险。温特尼茨指出，就此问题，美土双方在不断沟通。他强调，在美方看来，土耳其采购 S-400系统，这与其加入北约时所做出的承诺相互矛盾。安卡拉放弃采购俄罗斯 S-400防空导弹。当被问及如果土耳其购买 S-400时，美国会怎么做，他没有直接回答。他说：“我希望他们不会接受俄罗斯的 S-400。”美国媒体报道，沙特阿拉伯的弹道导弹计划取得了重大进展，其中从中国获得了很大帮助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，美国情报机构获得的情报显示，沙特阿拉伯通过从中国购买设备和技术，在弹道导弹的研发中取得很大进展。美国数十年来阻止导弹技术在中东扩散的努力面临挑战。一些消息来源称，唐纳德·特朗普政府没有向国会的主要成员透露这种情报。民主党国会的一些成员从其他地方听到了这种情报，并且非常恼火他们被排除在外。根据秘密情报，沙特阿拉伯最近从中国采购，以改善导弹基础设施和技术。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，他们不打算派兵到委内瑞拉或在那里建立一个基地。委内瑞拉的俄罗斯军事专家按照此前签署的合同在那里。他说，普京强调说，他们谴责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情景，即使是美国的盟国也不支持军事干预，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可能会产生严重的，有时甚至是悲惨的后果。